保守。無論我哋去到邊度，神應許佢哋以馬內利，神都會與我哋同在。所以讓我哋用呢首詩歌去到依靠主，我哋將時間交俾9年班嘅同學為我哋演繹詩歌祝福。創
命中嘅曙光。我哋將時間交俾同學，為我哋咧演繹呢首詩歌《亂世中的曙光》。創作嘅過程中，我哋咧都經歷咗唔
讓佢咧再次掌管我哋嘅生命，成為我哋生命嘅光。我哋咧將時間交俾同學為我哋演繹詩歌《尋見》。
主耶穌咧就將耶和華求你降臨呢一句歌詞賜咗俾佢哋。當佢哋咧以呢句歌詞為中心去繼續譜寫呢首歌嘅時候，主耶穌咧就讓佢哋回想喺佢哋一生中神所賜俾佢哋嘅恩典。因着神嘅恩典，我哋咧存在係為主作工，成為主大大使用嘅器皿嘅盼望。於是咧，我哋靠着禱告同埋領受，繼續嘅完成呢首歌。願藉着旋律同埋歌詞祝福他人，讓佢哋咧走喺同神同行嘅新航上面。我哋將時間交俾同學為我哋演繹詩歌《新航》。
要多啲嘅時間多啲時間去嚟。每日咧想喺呢首樂曲裏面咧表達到獻給那歌，呢首歌咧獻給嗰一啲咧曾經堅守咧至死嘅堅貞人，獻給咧嗰一啲叫枯骨再生嘅以西結，獻給不向巴力屈膝嘅144000人，獻給咧那些竭力保守得尊榮嘅你，獻給咧每一位將堅守到最後嘅你。呢首歌咧亦都表達到咧喺末世嘅當中，耶穌咧就係我哋嘅盼望，耶穌咧就係神嘅羔羊。我哋咧盼望咧神嘅災難喺黑暗嘅裏面，神咧就係黎明嚟到咧照耀大地。呢首樂曲咧亦都問我哋我哋本嚟好未呢？我哋係咪預備好進入咧嗰支復活嘅大軍之中？我哋咧成為耶和華嘅軍隊，喺呢個末世嘅當中，為主咧嚟到爭戰。我哋咧期待神嘅國再臨，耶穌基督嘅國再臨，因為咧神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我哋將時間交俾每日同埋同學，為我哋演繹詩歌再臨。
年。